好孩子星期天，慧賢姐姐，傑仔哥哥，係我哋今日嚟做咩咧？係咪學夏威夷小吉他咧？等我介紹下我哋嘅嘉賓，你就知我哋今日學咩啦。喺我哋身邊咧就有 At Oil Music 嘅音樂人同埋導師 Jamie 張天穎 ，Jamie 姐姐你好。Hello，其實咧，我哋今日就學填詞，即係林夕嗰啲。我哋扮填詞啊！我哋可以變林夕 B B 先咯，我哋而家即係 B B 我哋變翻開始。3碗半牛冷麵100碟，呢9隻字咧就代表咗廣東話嘅9個聲調，因為個主題係抗疫啦。係不如我哋一齊聯想下抗疫嘅話會有啲乜嘢詞語今次我哋嘅原曲咧就係？Back Minuet in G。係啦，呢個經典嘅歌曲俾我哋睇下，反轉再反轉會變成咩樣？加拿大。外國不能來咁咯。好。仲有咩3個字國家名？一齊諗下先。3個字國家名。好多匈牙利、意大利、意大利、巴黎、倫敦。倫敦，你係邊度嚟㗎？啊，巴黎仲有 Panting 巷。我覺得可以一齊講下，譬如話一齊堅持啊。要堅持加油，定硬上。哦，因為咁啊，要吸口新鮮空氣，然後就可以開始亂嚟。咁我哋填咗首詞啦，咁依家呢首歌咧就叫做番梘也受夠。加拿大外國不能來，匈牙利沒法走，有人要出去痛處走，必須先抗疫，戴咗口罩先。巴黎着平都停航，想去過澳門都麻煩，笑一笑盡全力，洗手兼抹手，番梘也受夠。校交煙喎。